这个多少大虾？炸多少块？油炸金钗。油炸金钗。这个家伙也分级别是吧？分级别，有那个发黑点的那个都便宜。这个是吃的好的，一看这个色泽多鲜艳哈。烤的吃，炸的吃，煎的吃，给切碎，炒点豆角，长点鸡蛋也挺好吃。还有的咱家里年龄大的话，整菜卷子。整的蒸菜卷子是吧？也咱长点韭菜，长里边也好吃。韭菜爬上菜卷子。那得切的碎乎的。把它切碎是吧？那个越嫩的越好。炸这个些慢的呢，是慢功夫。得慢慢的烤。上火了啊，花辣类品种啊。好吧。那就一会儿了。上几百枪了抓的啊？1把子。